美国的美军对这委内瑞拉出手了后，因的行为引起真侪国家的反弹，特别是川的一位幕僚，伊的太太呢，正正伫咧社群平台顶头有搭一张印美国国旗的格陵兰地图，搁再引起丹麦和格陵兰地方人士的抗议。丹麦是要求美国唔通做这款无礼貌威胁。这是2025年9月，北约组织伫格陵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除了有格陵兰主权的丹麦，也包括冰岛甲挪威的部队参加。同款长期伫格陵兰驻军的美国，即届煞无参加这项大号北极光2025的演习，凸显美国甲北约的欧洲盟国伫格陵兰的问题有无共意见。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nmark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到伫川普声明美国需要格陵兰的前一天，川普亲信的政策幕僚史蒂芬·米勒伊的家后凯蒂，伫社群网站打有美国国旗的格陵兰地图，大文敢若一个单字真紧，随伫丹麦国内甲格陵兰地方引起不满。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嘛大文应讲，美国想要提走格陵兰主权这个想法真正真含，伊要求美方随停止这种的威胁。随上为川普第二届入驻白宫以来，伊就一直强调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甲格陵兰要纳入掌控范围的立场。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f you take a look at Greenland, you look up and down the coast, you have Russian and Chinese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We need it for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to have it. 目前伫格陵兰的军事基地主要有2个，伫西北边的皮图菲克基地属有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除了有会当互运输机甲战机起降的跑道，还佫有长程预警雷达，负责监控敌对国家的弹道飞弹，编制人力差不多150人。另外一个基地是西南边瓦近首府努克的联合北极指挥部，属有丹麦政府伊管辖，主要任务是海洋调查甲渔业活动的监控，相助人力差不多150至200人。针对川普政府真侪届指责丹麦对格陵兰防卫欠缺投资，丹麦政府2025年底就表示，会扩编所讲的极地巡逻部队，佮建造也是采购新型的军舰甲无人机，加强格陵兰的防卫。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